第二章，我的细囝，我将这个话写互恁，是要互恁无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伫爸遐咱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迄个义者耶稣基督，伊为咱的罪做挽回祭，毋是单为咱的罪，也为普天的人的罪。咱若遵守伊的诫命，就知影是认捌伊。人若讲我认捌伊，却无遵守伊的诫命，就是讲白贼的，真理也无伫伊的心内。凡若遵守主的道，爱上帝的心伫伊的内面，实在是完全啦。对当咱知影，咱是伫主的内面。人若讲伊伫主的内面，就应该家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写互恁，毋是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恁对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个旧命令就是恁所听过的道。个我写互恁的是一条新的命令。伫主是真的，伫恁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也已经照耀。人若讲家己伫光明中，却怨恨伊的兄弟，伊到现今也是伫黑暗内。疼兄弟的，就是踮伫光明中，伫伊并无绊倒的因由。独怨恨兄弟的，是伫黑暗内，搁伫黑暗内行，伊毋知影去倒落，因为黑暗互伊的目睭痴迷。细囝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的罪借着主的名得着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迄个对起头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赢迄个恶者。细囝，我捌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爸。父老啊，我捌写批互恁，因为恁认捌迄个对起头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捌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刚强。上帝的道常常存伫恁的心内，恁也赢过迄个恶者。毋通爱世界，甲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疼爸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。因为凡若世界上的事，就亲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搁今生的骄傲，拢毋是对爸来的，就是对世界来的。这个世界甲迄顶面的情欲，拢要过去，独遵行上帝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细囝，如今是罗马的时代，恁捌听见讲，迄个得基督的得要来，现在已经有一寡得基督的出来。对安尼，咱就知影，现今是末时了。因对咱中间出去，却毋是属咱；若是属咱，就的确照顾甲咱三甲地咧。因出去显明，拢毋是属咱的。恁对迄个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影这一切的事。我写批互恁，毋是因为恁毋知真理，正是因为恁知影，并且知影无白贼对真理出来。即罪是讲白贼的呢？毋是迄个无认耶稣做基督的吗？无认爸甲囝的，这就是得基督。凡若毋认囝的，就无爸；认囝的，就连爸也有啦。论到恁，要紧将迄个对起头所听见的，常常存伫心内。
若将对起头所听见存伫心内，恁就的确踮伫囝的内面，也的确踮伫爸的内面。主所应允咱的，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个话写互恁，是指着迄个引诱恁的人讲的。恁对主所受的恩膏，常存伫恁心内，并毋免用人教示恁。自然有主的恩膏伫凡事上教示恁，这个恩膏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恁就照这个恩膏的教示，踮伫主内面。细囝，恁就踮伫主内面，安尼伊若显现，咱就通好胆无惊。当伊来的时阵，伫伊面前也袂到伫见笑。恁若知影伊是公义的，就知凡若行公义的人，拢是伊所生的。